台湾的羽毛球选手戴资颖昨伫台北羽毛球公开赛拍赢泰国的选手，今仔就要比冠军赛，挑战伊个人伫台北公开赛第5个冠军。那么做伙来甲加油！一进场随得到热烈欢声，羽球一姐戴资颖伫台北羽球公开赛4强战，甲泰国选手崔球王对战。面对毋捌交过手的对手，戴资颖开局先展开攻势，比分直接扭到11比5。对手拍败反击，也毋过戴资颖也是伫开局15分钟左右，就以21比12抢到第1局。第2局戴资颖维持领先，也毋过对手压力无放，加上盲前球失误，连续6分，目前到8比8。好在在后半段，戴资颖高优开比分，将机会21比16胜出，挺进女单冠军战。出手上可能有比较太多的犹豫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球控制的没有这么好，有一些球路不是这么的熟悉，就是要在比赛的当下去做反应跟准备这样子。已经得到4摆台北羽球公开赛冠军的戴资颖，25下甲美国法的选手杨慧文争夺冠军。之前有打过几次，只是比较长时间没有对上。那他也是跑动能力跟各方面能力都蛮好的，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要很专注。那戴资颖顺利摕冠军，会加做女单赛事上上侪冠军的5冠选手。在这个同时，台湾选手苏丽蓉加做本届比赛大后尾，男单4强赛拍败香港名将吴家龙晋级冠军赛，后续要甲拍败王祖慧的印尼选手华多约对战，争夺冠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